7月17啟德天幕，哇！幾堅啊！石堅冇咁堅啦〜7月17啦，嚟到啟德呢個水上運動中心啦，啱啱開嘅，裏面嗰條河可以砌國際劃艇啦。哦，呢度以前係飛機指揮中心嚟喎，升降。企板嚟嘅喎，我睇呢個孤獨美食家咧，就係呢個企板咗去翻工啊，幾堅啊！啱咯，開張㗎，啊幾靚，全部新嘢喎，呢艇。有不學完啦，幾堅啊！現在上到嚟呢個水上中心個總部天台啦，可以望晒啦。啊，啲觀眾席啊，國際賽艇喺度啦，下面不學完。哦，啱啱有個龍舟帆啊，好堅啊！雞沉啊！有小童、青年、長者，賽馬會水上活動中心啟德。就獨木舟啦，上次我都有就啦，上次喺西貢，石堅冇，呢度可以舉行世界賽啫。要啲遊艇移走就石堅冇咁堅啊！7月17，哇，堅到正！呢個水上中心唔使去大美督，依家喺外圍影翻入去。獨木舟啦。哦，原來香港個燈塔 K20就係喺呢個位機場嗰度，對面啟德啦，主場啦，巨蛋啦，傳說啦，將來咧會預計喺呢個郵輪碼頭盡頭嗰度起條跨海橋去到觀塘偉業街啊！呢度未來嘅啟德醫院，即係 QE 啦，前身係 QE 啦，呢個兒童醫院啦，見冇咁堅。